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时间里，请继续收听由已故著名评弹演员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3项，请听第47回。到出游门，直到三里坪，刚才高下了亭子里向来休息息。俺们立马对出来嘛，看见板凳当中顶下一张铺褥，这看见这手中怪开心，这天让我接受吧。晚上搞农地，时啊搞农地嘛，一听手老人啊，偷心不足。我现在大理社搞的17农地，也在种最好。那这个阿斗的没开心，就像你个阿姨呀，心实在狼不够。阿姨啊。阿斗，那现在还要找17农地了啊！哼，阿奶爷啊！哎，那么街上呢，阿家里个走，哪行的里？那么是对偷东的吧？哪来偷东的呢？你不想想的？哎，本人高太高的嘛，总归会高。你也不说今年抬上去，你总归答应高上去。可做生意还做个？哦，呵呵，我不知道你说个做生意还做个？做什么呀？都只要吃事体的。哦，我讲不难听啊，还是你介绍一个人来的。介绍嘛，我可以一个人。一个人啊，哼，我看2个人。那边还去打破一个人哦。第2边起来了。哦，还有一个外高不是男是女。我是女。你都没是弄得不头的。一个300个。你去问问看了。可是我不相信，我要问啊你。你问呀？厂里走出来。我让小朋友啊，守家。你叫你个手是何？第一个人话，我们的2人2。那么贵个嘛，为人多爸爸了，为人多叔叔了，为人多娘舅。是我家娘子，娘子阿姨啊，娘子不是男呀是吧？你4个来，娘子们高做女。我看到娘子高做女是吧？你我去出来是何？铺盖行里忙来不晓得了哇！这个小小的巴拿也不够。是啊，呀，不能3个，咱们哪办法？还是去得听话话了。做生意也不得个。可做生意不能做个。根本哪讲？你还得少天。你都2高头900头子。我不知道你儿子该做生意讲，等些背后的所有人追得来个。追得来的人，上日金刚，碰日老虎。所以你想我子刀枪俱折。他们努力都2高头坐在衙门里去吃官司。那么努力改造蓝夫人们拔起来高的终于消脱。我不等你一大早在衙门里吃官司。要吃官司。根本还弄翻译。我跟你讲，这么别急，你去围队里。围队啊！说起来，你已经这次生意在。哥哥，我老朋友，我妈这个不晓得，大概当时半日旁。那么我们厂里向个后记啊，你厂里向个后记是已经第4生意的你去叫别人搞个手吧。这当不好哄嘛。说晚上搞了事啊，搞龙德会就围队我，哎呀，我是你可是不要，不要。真不要。这个我为什么不要的？口能够讲3声不要，对于我说啊，不要罗上，你不要，爸爸得了，第三，我拿了天送到你府西中，带你这个给你。那么也是在阿姨呀，大气哟，不要你呀，我父天子送到府西我们里，也请我吃官司，我别说结果，我即使忘了要在铺个呀，那么那弄。你得了哭的是俺中强的，不爱改。你放心下来。那你新门里，你说你叫你吃官司，你啥个身份？
对。哎，这天你去国师内刷个身份，你再试试看。我呢，拱手到皇位当人，当不后。哦，老板我。哎呀，你忙得啦，走出走进哈。李书记的红里当包啊！什么人？当包，当包嘛？没，滚多娘个这么当包，滚多娘个这么当包啊！给的，我家给的，不家给的啊！你不要说，难不难说大家？哎，大律师，当包过去能光老手嘴，混拉上拉下没小意嘞。当包为了高买当包，也没摇摇为了比了。哦，啊，恭喜人光当包啊，就小意啊，然后我的想困的没小意啊，那种高买当包要错当包，摇摇为了比了后，上你的狗屁放弃啊！哈哈，哎呀。你们怎样心得我是当人当不好？我没讲，像你走出走进来，啊你呀，你那是哪么相信你是真的当不好呢？可是容易不？哎，我晓得不？当不好是谁子？当不好是谁子？哎，你还晓得少见谁子？当不懂吧？哎，懂了，当不好谁子样子了？少见谁子呢？谁子不是谁子样子了？两岁空分是少见谁子？少见谁子嘛？当不好谁蒙师傅个儿子呀？滚多娘的，别搞错了。谁子呀？谁子呢？为了走世对对个谁子？哦，走世对对个人。哎，我有个办法啦，你去大理石。哎，你要是当不好个说法，来做碎事，倘若你做得出，相信你是当不好，做不出事个，那么你摇摇不了比了。哦，晓得了。哦，你们是当好的个当不好啊，当好不好的谁子啊？哎。哦，这才芝麻在搞不是在蒙师傅儿子呀，是啦啊！你谁人干？现在呀，你两个说嘛是吧？这个你们家里当保护嘛做些事，做得出么也，当你手举起政府出么不要了不要？哎，这个人太想也不灵，你的受老人都不相信我当保护，也逼我尽量叫我做事，这做事不是容易的，什么为敌？这个我不大懂，啥个什么都要急啊？寂寞，我寂寞啊！你呀，你讲我寂寞，做事要寂寞啊！你别说呢啊，做事要寂寞，我做事要寂寞，啥个寂寞？我不大懂瓜，你哪晓得个寂寞？我来讲不来听呀，本来人我也不懂的了。哎，咦，你隔壁有个甘肃先生？哎。啊，有个两个学生子一进脑袋里都说不清爽过来，都是对了。他们我唔晓怎么一直在那旁边听的，嘿嘿，是讲了听得来的。听得来，做事对没有题目，做事嘛也题目，也题目。题目啥个题目我不懂。咱们来记下子啊。看要快啊！我老上有分分散散，我分分散散，人分分散散，人看见分分散散，我分分散散，人管分分散散，我一些辰光分分散散，我哇起在分分散散，人哇起在做谁事？你也死他个嘞！来来，这装对面的么？我记下气氛了。是的，别当着哎，你起来分分散散嘞。散散啊！现在人家来想想个啊，来着。这边我老妈一听着，题目来着。这个看要快啊！这个我老想有分分散散个我为分分散散个人，这个分分散散个人啊，看见分分散散个我，分分散散人过个分分散散我，分分散散我们哇的走里去在分分散散人们哇去在，一些分分散散人啊不看见在分分散散，我也不看见在做些事。哦哟，当不好像能够吃力呢哈，你说个种题目出来，你去听了，我没吃力啥。你再进来是吧？来做客啊！你上一大楼，没问题，我不大懂。阿娘，这个一句你听听，阿林家，林家，是刘当宝，那我让一大楼了，这个当中两个字还不够。两个，两个字，一大两个，一大嘛这个十爪子一大了，你爪子一大，你去大理石一大两个字还不够。一大两个还不够。说要是一道，你说要是一道，总归是一道两是做得美好啊！你是我媳妇的，什么没有这个在于的哪位的？被人给笑。哎呀，
你呀，很家庭啊。哦，灵个。灵啊。北人够少个北人两个字还不够了。哦。北人嘛，这个呢，随便3年的还够的了。我按你还够，你阿德瓦还够，你哪里说北人两个字还？北人两个还不够，阿德瓦还够，按你还够，谁还够给北人两个没好啊？是我去。弄到一的哪位人在他操作呀？我的个两句的稀奇的吧。来吧，飞落水，红掌飞青蹦。少个几口拉口啊！你呀，少个几口拉口了喂，弄不动。你其实还不懂，还才打不哟。这两句他一生不懂的，对吧？你大里说，上头有个两句了，像当不好的谁的，我头有个两句啊，说的房东娘17不得个例外皮，不娘当不好。上头两句啊，是这样当不好的谁人，我头有两句说的房东娘17不得个例外皮，干嘛当不好？哎呀，走的细致不懂，怎样的？妹妹讲怎样？总是你走我为走啊，根本是啊，看你可不能啊。我来这个地方不能我懂的，你做一些事啊。好啊。那么你做的什么东西啊？好。那你听得着我地方们了？我们提了呀一个提了像个人马一个，提了个心马一个，他呀还一个，我俩么呀一个，地么呀一个，屋里像个屎么呀一个，提了这个兵马一个，提了落来个心么呀一个了，一他子来当包了，我谁要跟你当做些事？哎呀，吃力，你去听了，听下那里，新车提马米，云开月开一，细小水龙骨，冰阳水不比。我们说的我这里说的一下呀，够嘞哎呀。也把往事打走上呀，惊惊动地实际的了妹妹讲，也子我。娘娃去哭。妹妹讲娘我们当的是你们那个厂里面弄的固定的也讲养鸡嘛，桥头里向试一试，养鸡嘛久喝。有什么？弄的固定的我们到3队去在晓得。有一次我们弄了水里向，可早就我们顶了给大帮队当中空帮有9场是看到后方边去，但是说了你们把一把起来有什么你来的啦？哎呀，好了，我们上来人一个你们也是这个老实说。来讲娘娃要先去看一看了你别心急娘。你到手地方下去呀？有什么的我是了？你眼睛弄一出门是水着开，自家眼睛走到树头上向来嘛，在外头忙过去一看嘛，舞台上里还有一个人呢，喂。我让向路过也用这个出来是来说呢，我是当不好，你是当不好阿头啥是的？你也是头嘞？哪了？你是对康头当不好当不好嘛，高牛来要高牛。你看你身上这个啥么子来？这个冬日当兵我龙门人送了一西瓜子，你上次当走哎呦，我到重庆嘛。不看听说真的。那娘来看。哎呦，不对嘞，我当兵是个地下人当不好笑，那你都让商量你听不要弄到我就为的不一样，讲我试试。你们不急。我因为自己预算后头是人不明，所以我假装给背带来私人茶饭。阿头吧，我送2份天津书，说高女还有市场插放的。你屋里我都不懂高女们是好市场插放。第二是高女这里是虽然也好市场插放的，就是农单的也好市场插放的。我有的看过去，看过去，有的，看过去。过来找来这一等来找
啊，你眼睛弄杆子吹他们来人搞一搞，他们当时冲过来。我拉下到帮吧。哎，来人把手看过来的，你去见多娘子来吧。哇，那是当保护定现在，可里到手已经看到我太的，伟大定子里想。娘子，被人打哪谁去不开？今日等了我们上酒店了呀！这下一次没来当然是说，重庆用接得来个，可是不用是的。我们走吧。是。才子高兴，崔姑娘领子个小报告。吃个到山里边，吃到我太的门要我收拾完。刚俺你来了手头浪向，这句呼吸一代代给浪口了，一口当把好多娘子找迷宫，哎呀，标志啊！嘿嘿嘿嘿，哎，这里才不睡了你嘞！哦，大方位啊，高兴了。是，说娘的，个最过来边的更多，我来采访，哎，来，我来采访。当把好一口个石头个秋风啊，个菜么人当可以采了，昨天打一不少个头一坨石头了水里想偷啊！我晓得你不收下你的，不必比赛，我自己来。哥哥，出来比我还来住呢，他们来当兵的啊！哇！才子秋香我手到树里拉下，规则秋香是你到厂里去吧。崔姑娘领这个小报告对神的走进去，说出来了说，当保生的进去呢，还有是个里像个米的似的内门的着啊！你想，当保护生可是啥讲究噻，你自个并肩这个去啊，归肩这个别对门啊。刚才高兴等了手里上等一下，你西走到厂里向，把你拿后边个窗开一开，拿个你十声笑一笑来，在那个厂里向我顾他点米的，哎，慢慢的还在推子起在，拿你十声撒一撒哈，后边个厂声就关一关，过来嘛，才子高兴进厂，实到厂里向。吹响手边写报告不必发，当把好当你顶把一绕哎，那么定心但只受老的不要紧，是家快去开书。阿东啊，怎么我第一个你还是第二个？哎，俺你呢，我标志我太郎第一的阿东安德。拉一拉我嘞，各自手吧，上是刮一刮了，热木浪向吹过来，吹到雨沙头。阿娘，有上门郎开开。晓得，还有他的女帮。别，我就是女帮他一个啊。有上门郎开开啊。你吃栗子我来也。哎，吃栗子我来也啊。那个有什么？那么我当你说，要给了有上门郎也是个困扰去的。会给我。困扰是滴了屋里身上。别出门的。不能抵那个名额。别你哄啊！啊，你先生。大风困扰。用人后尘黑，娘子山中啊，要看路见。
们哪有金霞落红枝，身比头圆，我是值得你眉下生贵气，出牙头人间要对呀，夫人啦，娘子，老不是一种名花要珍赏。丁丁有牙不王公给老天你想想听曲上哎，我良心结不好。哎，你呀，这个什么去吵吵的厉害，娘子啊！是，你决心一笔内功夫，欲把是恩与谁？他们苍穹父母的中错，一生一对哈夫妻，这个一对夫妻们真是好夫妻。并把手了啦，他们是领受一句为一比喻，并把手里的为一比喻，根本很不得哪里，很不得说起的人呀。一亏你生生世世不分离，一到也要当初是子昂大顾夫人，这对夫妻也还得不得了。讲的也什么大家拿个来年让自家个想出来一对夫妻罢了，说得起真高兴嘛，拿两个来年个想并了一对龙的是滴滴来分开了嘛，再让自家个想出来。因着你的身躯啊，有了我的身躯有了你就是我就是你，生生世世不分离呀，这样也好得嘞。那么过些人光啊，经过这样个手了啦，也你等了厂里向呢，多少想法也无心想不讲讲，
那么现在该找什么是找铺肉啊？那么做现在吹响的昆上在我在米上些，后面空开，受的风雨是不对，做起3边6桶是太一个。我那办法呢？大家刚刚长，今朝新有变困，刚天亮，但是我里向去困好了。我也我想着在我家门里的教室来了，你们哪会得到乡府里面做我的？自个们拿牛本姓上，叫啥个名字？你都要么做啥生意个，还是穷极不看了，跑到乡府里做我的？那个身世我不大晓得，高兴我还门里呀。等了乡府里向理事这块部门，我当我高门当吧。现在把你总是夫妻长，我带来门呢。啊，娘子，夫人，本人要请问娘子，本如何来？你的家是来了，可能给此地送的将这么一笔。请问娘子，你真心呐？这个呢？最下不来门的教师来了。唉，想想这姑娘，我个教师刚出来就会记仇，我吹响还不是生出来就是第下，我自家要还是做官的，我实在没办法想了。到乡府里向来做丫头，既然到来做之亲，怎么让我讲点不来听听吧？想起在自家家事来临了，我就想眼里家我来的。杨夫人，娘子，给我个病。啥可在？娘子啊，不要抵抗。妹妹儿的家，是亲家。梦东问，姓王，可是太女王吗？是。啊，请问娘子，我家岳父大人叫何名字？叶夫人，娘子。老娘搞一件公事的，会称子偶还龙章，一家子偶，一家龙章，叫王龙章。哦，请问娘子，你叫什么芳名呐？夫人呐，娘子。第次为法真明白。哦，可他俩成邪气呀！哦，可是你特意些许的，叫潍坊，我那个名字叫王潍坊。哦，叫王潍坊，怎样的不名呢？客厅娘，说你3岁的是他娘的啊？请问娘子，我家岳父大人是做何生涯的？
黑林。谁不为知心？一平安，有谁平家？哦哟，这刚说起来，你是后有千金嘞。李多老娘搞是后林的了，这个后林三不为自由了，然后呗，你呀这个自由股，这自由股第一人走个平岗有守军有啊，哦，第一人乃是平江西，是。原来怎样呢？夫人，奴家母亲死于弟弟生不为儿生，可怜奴们。奴是在府衙门之守贼。原来你到老娘搞第二人啊，第二得两气，两气有腐蚀了，腐蚀个叫名叫两气，鸳鸯，什么红鸯呢？那里？我所谓风花嘿，我家弟弟是他推开一口举止了戏剧之名自与同呀。哎呀，你到老娘搞弄错了。那因为啊，你到亚洲姑呢，的的确确是作为一个亲姑啊，服侍里别人妻子们介绍荒言，离荒3年呀，二荒4荒，这被百姓所虐。那么你到了娘搞呢，就设立诗作场，举几平民自家亲姑啊，不认自然自家听话者就开国口啊。那么请我口里向的人子拿出来，与百姓错的呀，就应该你要先通详后开仓，不错的。通常上市要批准的，这个哪个毛嘟嘟啊，先开仓与通常嘛，你通常上市做些不准的呢？个那有比的呀，当你考语啊，这里弄出来的。是，后来通常上市的怎样？夫人啦。上市不准杀回宫，黎明你真不悲伤。哎呀，那么讲还是帮我脸上不准的呀，那像有地都来了。哎，原来岳武大人怎样呢？夫人，呀，奴家弟弟为父亲真，哪里这许多的原谅我？幸亏那恩的瓦工是大德。
你我只是两袖清风提不枪。哦，我来了，为这里都要做清苦了。两袖清风，小人子为了口里下去，几多少分人呢？因为花言长子口，我家子是回归临下是家。这次太归临下作业。那么你个姑嘛把着顾着，哎，雨来怎样呢？要夫人娘子，奴家弟弟总在书房门。昨日今日个话雨来怎样？小夫人啦，娘子，话公是他几次催人来兴奋。临时里到来娘讲是顶着闲话、议着闲话，就臭得不得了。讲的什么呢？滴滴的私语，民老归相逢，清贫作弊。这个我的确听得上蛮臭，到来娘家里是西人啊，我来了单位去忙里到来娘家个病的，那里说个我是心里也真正听见，想想是美够了，哎，一每两年子嘛为不出个在，真是为不出嘛带句来是去摩头爸爸啊。老西子们往是来弄个头嘛，到得相府里，我才嘛打我的，打起来是为天嘛，可是话也错了，哎，雨来怎样？要夫人，美不胜离之山边。风里不为香，新娘子伤心地了，到了宫首与被人谁死，假若无谋，舌头为恩去世了。东西不生，新的娘子，你几岁见的相夫啊？夫人啊，如今相夫家7岁，
相夫妻岁，那么改名叫秋香。进了相夫之后怎样呢？为何？哦，为何？人的相邻，邻于那风声否有谁听？娘。听你呀，真是啊，美好。夫妻在你讲啥？不，你这个真的对上是个王堂冲了，他你说白吃不吃讲啥？个白吃不吃讲啥嘛？个阿头我来让右手啊，不晓得个阿女啊，给那床浪向浪听了，不如一听当不好的里头娘子两高头讲得又好的了。介绍你想到这自个的心事在，他上头里想，阿姨啊，阿姨你让发气了哈，哦，你那梦遗啊，阿姨啊，阿姨啊，你说的你帮着地上嘞，从你家当包到中娘子要困到现在哇了哭地上，对啊，说的啊，我听见大包到里头娘子两高头讲得又我当你困到的你老听比较哈，你多讲的也好嘛，夫妻们是也好个关你啥子呢？你说呀，么娘晓得我想起自个个新老人子。你要有新老人来啊？我也不晓得，哪里个是那新老人呢？你这你是光在那道理的吧？哎，你隔壁那个恨你姑娘是我个想还哟。哦，隔壁还你姑娘。哎。没错，看你姑娘。啥没错，叫别个很理解，我很理解，我也不晓得啊。那么我临时这个辰光嘛，我去外头里。你去外头里给，我没有好。我在里多里想。哎。哎，我说的妹妹啊，妹妹啊！小娘的，我后面跟起来的啊，是个妹妹来也听啊。我说我们也记着。哎。那么改场市里出去也生意嘛，不是继续出来了啊？不接着神杀了屋里来还我。不是讲光管是帮中也帮，又叫管得了。也叫个那你。那么你当我说，你说够不够啊？够不够啊？哎呀！你要是再跟鸡肉板子来起来的，够了喂啊！那么你说你出去怎么也牵起我们？哦，哎呀，牵起我们你哪位当然？我说哪不牵起，当然也牵起那个。也牵起的。那么你说那等一等。哎。介绍你要进到房间里想，拿着一张青布的袋袋，哎，你想随身操作个头。如果插说的啊！哎，李师的哥哥啊，倘若你牵起我们那家的七头们就想着我在。哦，这个里嘛，插说这个插说的，哎，包了青布袋袋里，是哟，做神本的，哎，神的插说的本的，没好。说你这个契机里嘛，这个7两的头。是哟。哦，那么你够家浪契机呢？够去哪里契机？浪契机啊。那么你现在在浪契机里嘛，你嘛别是讲课。哦，那么你觉得拿青布袋袋嘛拿出来啊？那么你7两的头嘛，还是我这副契机是吧？我也哭地上了。啊，我也哭地上了。那个我不没那事。哎，我说你是打机器子的药体，这里花了3吃都哎呀，是这个嘞！哎呀，老大真白我呢，一药体在做机会的熬上光下头他讲。旁人一听，老大白布里呢，里头大概还你姑娘没有，一样天吃到了3身头当我白布里，这还不像个大事小话了，刚实手到高手相要后再去。
刚才听到的是长篇谈。